大家歡迎過一個新的禮拜，過一個新的拜一，過一個新的俾你學見的 episode，當今我放互攏聽看。今仔日的 episode 係咪讓若是未去聽，去邊個學見到，後面幫要去聽第新的 episode，聽下毛如講被笨蛋的 episode。講 episode。唔使笑嘅嚇，成講成日咪笑啊！好，笨蛋崩西喎。喂，點？揾頭過你買潮嘅，真係。使安怎會笨蛋咧？ Because 我大擺被 complete 嘅喎，我大擺行3刀是2刀嘅咯，所以我獨爛嘅喎。這唔是笨蛋本啊，這是我冇佢哋耐心接掉一邊慢慢來了嘅喎。半段棒睇半段棒照嘅。半段爭 X，半段爭 X 冇。我有當時嚇，半段爭 X 誒。我有當時半段爭 X 嘅話。半段係咩意思？話就係講呂bình玲嘛，呂玲啊，係啦，有往時 feel 到垃圾頭毛冇咩油啊！反正好，有冇哎呀，要去再經常半段爭嘅。如果說在我爭一隻字不等的嘛，所以隻字就俾你起角角做緊啦。我想對我對女人買做咯，而咁啊買爭。有啦，馬來西亞人若是落雨天嘛，半段爭 A 個。是啊。半段車，半段爭 A。